明仔载是双十国庆哦，国庆进前，中国军机是个继续搅乱咱台湾，嘛传出讲桃园的鼓山飞弹基地整建完成了后，驻防万里的爱国者航空飞弹人会刷去鼓山，万里者天津3号3型的飞弹会进驻哦。也毋过空军对部队的任务是拢无回应。发射爱国者航空飞弹场面正震撼。这么传讲，两支驻防伫咧万里的爱国者航空飞弹连，将会伫咧桃园鼓山飞弹基地整建完成了，移防到鼓山、甲新店、南港，形成完整的首都反飞弹防卫战力，并且能应付桃园国际机场的防空任务。天宫3型飞弹试射，咱国家己制作的天宫甲美国制作的爱国者，拢是同款属于台湾航空飞弹的主力。传讲万里的爱国者若刷到鼓山了，将由天宫3型航空飞弹进驻万里。北海华自淡水到万里第一线的航空战力，将会全拢是全天宫化。空军回应讲，依照敌情的威胁甲作战的需求，严密的航空部署来确保国家的安全。因为涉及到兵力的部署甲部队的任务是无做评论。学者分析，爱三、强三拢会当反制中远空飞弹抑个军机，肯定由强三起保万里的航空，国家上咱家己制作的天宫飞弹，伫咧维修甲保养的成本，比美国制作的爱国者飞弹较低，会当展现咱国防的自主能量。解放军所使用中远程的飞弹，最多也就是一个什么？这等于在中度的这个高空，差不多符合我们这个翁山45公里的这个高度。我想这个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。就算伫咱国国庆进前，共军依然是继续了台。国防部公布，初8到初924点钟久内，侦获5台次的强机、4台次的强舰伫台海周边活动。因若感受到中国军事威胁的，也有日本。日本按算伫咧2024年会伫咧九州的新田园基地部署6台 F-35B 的翼装战机，并且成立100人的中队，也有反舰飞弹部队，加速建构九州地区的协作能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